这届这个北台湾的超大雨是落到真紧真急，时间搁来拖长，讲有真侪车主未赴来刷车，车拢浸水入水了。而喺台北树林百灵桥卡的停车场，都因为瞬间大雨淹大水，迄个积水是淹过修理车的车链。 淹到半个车身的悬，有50多台的车来泡水，停车场拢变做游泳池了。啊，讲前一暝，里长就有公布放送，奉劝大家赶紧来刷车。想讲无要紧的车主，隔天的早起，一看到这个凄惨的状况，样样要昏倒。啊，若这个雨水灌入去车内底，修理车上至少3万块来起跳。若是保险无来保，风台大水险者。 恐惊是无得讨。直直落大雨，民众翕到台北市树林区百灵桥卡室外停车场，几啊台车拢浸水，水深够半个车身这么悬。都快哭出来了。好，他昨天打电话，就问他说，可不可以不用移啊？他。 也没有传简讯来。民众直直怨叹，过一暝去现场要找车，想要到车浸水条车，里长嘛伫16号下晡4点直直放送，爱大家刷车。雨就比较小了，那现在就剩下那个旁边的电道的部分，因为它都是那个泥就烂泥巴，停车场还是只控制只出不进。 停车场敢若当出去，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引起强盘效应，河北台湾短时间内道路地在性雨雨。地毯里面下面都是水。民众的语气真无奈，浸水车会有真侪后遗症，维修费至少需要3万块。若是车不幸浸水，爱记得翕相存证，通知产险公司验场检查，进场评估，确定维修费才维修。不过，若是拄着风台天，不管车险是买假意冰室，拢袂理赔，要是爱加买风台防水险才有保障。理赔的额度的话，就是依照你车体险的残值去做申请理赔。它理赔条件就是必须报案、立案加照片。 强调车主的报案有立案记录，保险才会付钱，保险嘛有上限。若是拄着天灾，保险公司会评估，且要存偌济价值才评估理赔金额。这摆风台台北市嘛来做大雨雨地区，提醒民众要是要注意的落大雨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